大遲到啊！今日係12號，7月12號。攞咗我 friend 嘅號碼布，佢唔得閒，唔係佢唔舒服。然之後咧，遲咗8分鐘。依家去緊郵輪碼頭，衝緊呢個時間係40分鐘之後嘅運郵輪，第17分鐘 CP1， 手帶先，手帶 CP1 郵輪碼頭17分鐘39 40官軍盡頭，再分半鐘，對面開船，分半鐘，去埋。追船啦！右邊。過太馬上船。手帶 ，thank you。30秒。左邊轉左。閂門啦！邊個未到？得真204心跳，哇！灣仔碼頭，睇個 CP 係中環碼頭坐天星小輪過對面。CP4 中環碼頭，好 ，thank you。中環碼頭黃色。2020 7月份夏日碼頭打豬頭，佢有呢個 puzzle 超神奇嘅 puzzle， 係佢話要你玩4年先可以砌做一個正方形嘅 puzzle， 不得了，呢個食環好大。而家得意呢啲，佢每個碼頭咧，佢都會收集一條手帶。我收集咗7條，經過7個碼頭。然之後咧，佢呢個比賽路線，佢大會官方話係24K，但係我哋標，因為中間有停標，即係過海呢啲有停標嘅，有暫停嘅，收到出嚟18點幾隻。然之後哇，今日第一次玩咁長途嘅夏天入口嘅比賽，去到後期真係搞唔掂。我見啲人已經唔跑，我又冇咩動力跑。嗰個感覺好差，所以我自己唔會報呢啲日子嘅比賽，除非散賽，因為散賽咧有啲長標，我唔會計時間。我 feeling 會嘅，咁希望下次再玩就唔會玩呢個，開心。